就来看松狮烟弹已经被列为2级的毒品，内底有含一种依托咪酯的成分。结果即摆这个松狮烟弹竟然还有进阶版，这个毒丸是解化学式，甲成分合成变做异丙帕酯，伊的副作用甲依托咪酯差不多，若严重者会无命。讲有含异丙帕酯的这种松狮烟弹，目前拢伫乌市咧流通，无好掠。好扯哦！驾驶大油门直直向前冲，落尾这台车直接撞入去桥上，所有驾驶伫车顶疯跳出有毒的烟弹。挂机车牌上路，机车零检搁捌扣长龙警察，警方少年煞开13枪，同款伫车顶超出着丧尸烟弹的毒品。这类毒品流入市面，如今竟然搁出现进阶版。制毒的犯罪者，他为了躲避查缉呢，就会去修饰他的这个异丙帕酯上面的一个这个结构，因为当时呢，在这个仪器检测上可能没有一个资料库。打开始，警方搁验未出毒品的反应，原来毒贩家己合成异丙帕酯仪表配置烟弹。放入去机械内底，对数据就看出各样。警方提早将仪表配置列管做毒品。仪表配置烟弹虽然是合成的，但搁含依托咪酯作用的速度差不多，大概伫3分钟内都有效果。副作用同款可能会致死急性的心脏衰竭、甲大心溃，严重的可能会无命。目前仪表配置烟弹，因为大部分拢伫乌市流通，所以无啥资料，正好密杂质。它们的结构是一个类似物，所以我们认为它是一个相近的，因为它是一个短效剂，所以它可能在体内残留时间也不会很长，在24小时之后，大部分的成分都会排泄到尿液里面去。有效的时间真短，警方若抓到人无随采检，可能就验不出来。毒品进步速度真紧。嘛，加做考验监视人员的难题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